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到20种水烦恼。那20种水烦恼为什么会称之为水烦恼呢？它水的原因呢，最主要就是说，它会跟随着就是6种根本烦恼呢，然后不断的增长的缘故呢，因为跟随着根本烦恼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水烦恼。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20水烦恼的第一个呢，就是愤。那愤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它是随顺于嗔的缘故。那为什么会加上这个随顺呢？那在俱舍论里面呢，就是有解释到说，就是我们讲到说随顺于嗔，随顺于痴，随顺于贪呢。那为什么要加上随顺呢？随顺的意思就表示说它的作用呢是相类似的，它的作用呢和嗔心呢是相似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随顺。那我们在讲述到，那这里的愤呢是什么意思呢？愤呢指的是说，就是它是相顺于嗔之后呢，然后对于就是能够让我们升起嗔心的这9种境呢，无法堪忍的这种作用呢，这种了知呢，就是属于愤的一个作用。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愤呢是在我们的嗔尚未升起之前呢，那就对于9种呢能够让我们升起嗔的这个对境呢，然后对这个境无法堪忍，想要去伤害的这一种心，那具备这个作用的就是属于愤。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愤呢它可以算是嗔的因。我们呢就是在藏文里面呢，就是愤呢叫做 choa， 那嗔呢叫做 control。那空呢就是有一个满出来的意思，就是一开始呢还没有升起嗔心之前呢，是只有这个愤而已。那这个愤呢，就是一直累积呢，当它累积到就是满出来爆发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是嗔心。所以在还没有升起嗔之前呢，会先有愤。那愤呢，它对于说就是它并不像嗔心呢这么强烈，因为就是这个愤它累积，然后累积到你无法在堪忍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嗔。所以他们的藏文呢就是多加一个字，那个空的意思就是指说充满的意思。所以呢，然后愤跟嗔呢，就是两者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呢，嗔境呢，它不一定要在你的附近，就是嗔境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你可以对较远那个境呢升起这个嗔心，但是愤的这个境呢，它的对境呢，就是一定要在附近。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呢，透由这个愤，然后呢，不断的去增长，增长之后呢，它才会变为就是像嗔心一样。那在比喻的时候呢，就如同说我们在火上加油一样。一开始就像我们在火供的时候呢，那当这个火势慢慢变弱的时候呢，那可能在上面加一点酥油的时候，那这个火势呢又会变得很猛，所以它就有一种就是慢慢透由这个愤呢累积之后呢，会让你的嗔心一次爆发出来，这一种呢称之为是愤。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呢，就比如说一开始呢，你遇到就是你看起来觉得就是不顺眼的这个人呢，然后一开始呢，他跟你讲什么时候，你一开始不一定有这么强的嗔心，但是呢，他跟你讲一句呢，你就很想回他一句，那这个时候呢是处于愤的状态，就是他讲一句呢，你就一定要回他一句，或者他碰你一下呢，你就要回碰他一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会慢慢的让你内心的这个，就是慢慢会增长你的这个嗔，然后呢，等到呢。因为你升起嗔心不一定要在他面前，你可能回到家的时候呢，再去回想之前的这些细节之后，越想越生气之后呢，然后才整个爆发你的嗔心。所以愤呢，它就比较像是说你正在就是回复他，因为你在回复他的时候呢，你其实不一定有升起嗔心，但是这个时候是有愤心的，但是透由这样慢慢增长之后呢，你的嗔心就会因此而产生。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真的升起嗔心的时候呢，那就是最常出现的就是会变脸红脖子粗，因为你想要去争辩，或是你非常愤怒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就是眼睛变红，或者说整个脸变红，或者说脖子呢，它就会变红或是变粗，然后嘴唇呢，我们的嘴唇就会因为嗔心的关系呢，然后不断的在发抖。那讲话的时候呢，可能口水就会一直喷，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从外向看得出来呢，这个人是不是在处于属于很强大的这种嗔心之下呢？有时候其实是可以从这个外向呢看得出来。
所以当我们升起了透由愤之后呢，然后升起嗔心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让你听好听的歌呢，其实你也听不下去，然后跟你讲好听的话呢，或者说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给你听的时候呢，你也听不下去，然后吃好吃的呢，你也吃不出味道。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愤累积之后呢所产生的嗔心，让你对这些乐意境呢，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受用。就是人们其实在这边回答到说呢，就是47页所讲的这个性相呢，就是有讲到说，当然在嗔之后呢，也能够升起愤，这样就是说你也可以在嗔之后，然后再升起愤。那因为人们界他现在所讲解的，并不是用47页的这个内容呢在做讲述，人们界主要是以34页就是根本颂的这个内容呢，然后配合仁波切他自己学习的这个在做理解，所以仁波切并不是用我们现在课本47页的这个性相来做主要的讲述。我们先在这边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呢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是先升起了嗔心之后呢，才升起了愤恨心；那有的人可能是先升起了愤恨之后呢，才先升起了嗔心。那我所看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作者呢，他可能是先升起了愤之后呢，才升起了嗔心。那你们所看的那个作者呢，可能是先升起了嗔心之后呢，才升起了愤。当然，这个是开玩笑。所以最主要呢是在说随嗔两个字。那随的意思呢，就是随顺于嗔。那随顺于嗔最主要指的呢，就是说它们的作用呢是相似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随。就是说，就我们光以这个，就是无论是嗔或是愤呢，那它的形象应该都是比较属于愤的这个形象。不过嗔呢，它就是指说，因为像刚刚所解释的，这样呢，它叫做空错。空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满了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满心的这种愤怒的时候呢，才会变为嗔。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起愤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嗔心并不会这么的强烈，一定是累积之后，它才会变成满。你的心里面这种愤的这种情绪才会满出来，转变为嗔。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去思维的话，应该是一开始呢先升起愤，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呢就是爆发这种十足的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一定是慢慢累积。如果说一开始呢就是升起这个嗔的话，一开始就是这种圆满的嗔心之后呢，那照理说你升起这种爆发出来圆满嗔心之后呢，你在你的嗔心没有结束之前，它应该都是一直维持着这一种爆发的状况，它并不会成为这种比较弱愤的这种情况，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先升起愤之后呢，然后再升起嗔。所以呢，就是像是愤也好，或者说呢，我们再讲到接下来的恨也好呢，它其实都是随顺于嗔的这种作用。为什么这样说随顺？就是说它的作用呢是相似的，因为没有办法说是一样。为什么没有办法说一样呢？因为它们两个呢是不同的心所，一个呢是六根本烦恼的，一个是属于六根本烦恼的心所，一个呢是属于随顺二十随烦恼的这个心所，所以他们本身体性是不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呢是一样的这种体性，所以才要加上随顺，也就是他们的作用呢是相类似的缘故。就是这边有问到说，可不可以理解到说，我们一开始对境呢，是因为无明习气呢升起愤，然后呢，对愤不断的串习之后，然后到某个时间点之后呢，然后整个嗔心爆发，人们却说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是没有错的。那就是讲到说这个无明习气呢，因为无明习气的缘故呢，那人们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因为过去各式各样这种烦恼习气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呢，就是当我们升起贪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贪之后呢，它其实都绑着一个嗔心。那差别只是在说这个嗔心呢，它是否呢就是会爆发出来，这样是否会现行。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对于我们越贪的东西呢，你对这个东西的贪着越强的时候呢，那别人对于说你所贪着的这个东西呢，要是有做一点点伤害的时候呢，你立刻呢就会爆发你的嗔心。所以其实在每一个贪心之后，它都绑着一个嗔心，主要就是看这个嗔心最后会不会现行而已。那其实这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个观察，就是你对于家中的这些财物呢，当你对
这个财务的贪心越强的时候呢，那只要这个东西一失去，或者说呢它被伤害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嗔心呢就会立刻起来。但如果说家里的这样东西呢，你并不是特别的注重，或者说你对它的贪心呢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即使被损坏了、被偷走了、被抢走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呢就不会这么的愤怒。那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去稍微做观察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升起嗔心的时候呢，就是假如说嗔心的9种境，有一种境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所贪着的这个境，就是说当我们所爱的这些亲人呢，或者说你所爱的这些财物，或者说反正就是你所贪爱的这一些，无论是贪爱的对境，无论是人或是物品也好，那只要呢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嗔心，所以才讲说这是嗔心9境之一嘛。那也就是讲说，我们平常呢在讲舍的时候呢，会讲到说三者不同的舍。那一种呢就是行舍，那一种呢就是受的这种舍，就是舍受。那一种呢就是四无量里面的舍无量。那在讲行舍的时候呢，行舍最主要就讲说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不要过度的陷入于沉掉之中。就是不要过度的昏沉，或者说呢调举太过的强烈，而是让心属于一种平等的这种状态，就是不会随着沉默呢而昏沉，然后跟着调举呢而让心过度的扬起，让心属于一种平静的状态呢，这个是所谓的行舍。那舍受呢所讲的呢，就是这个受呢，它就是非苦非乐的这种感受呢，称之为是舍受。那舍无量里面的舍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对于友情的贪，不是过度的贪。对于我们的这种亲人不升起过度的贪心，然后呢，对于我们的仇人呢，也不是升起这种强烈的嗔心，而是呢，能够以这种非贪非嗔的这种心呢，去对待所有的友情呢，那这个呢是属于舍无量。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恨。那恨呢，它就是在愤之后呢才升起的，所以呢，就想要说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就是先升起了就是这种愤，就是这种想要伤害友情的这种心。那伤害友情这个心呢，就是你对他迟迟呢，就是一直迟迟这样的心呢，然后呢，不让他就是消失，就是迟迟这种伤害友情的这种心呢，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恨的作用。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呢，可能就是和某一个人呢，就是已经就是对他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也吵完架，也打完架了，然后过了1-2个礼拜之后呢，那可能呢就是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姻缘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还怀着这个恨，所以呢他就会出来做阻碍，他就会讲说啊，其实某某人他不需要这个工作啊，他不需要这个好的这个姻缘啊，他就会出来做这个破坏。他为什么会出来做破坏呢？就是比方说之前的这个强烈的嗔心之后呢，那他一直没有把这个嗔心呢去除干净，所以还留有一种那个，就像我们讲的说是那个油做久之后，你擦掉之后，它还会渗到布里面，它那个油渍呢就是还在的缘故，所以这种呢这个油渍呢就很像恨的这个作用。那这边有几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随顺的烦恼呢，是随顺根本烦恼，还是说恶识烦恼彼此随顺？那人们接着回复说呢，他们是随顺着根本烦恼。就是这边有讲到说，另外一个教材呢，就讲到说，愤是嗔心强烈的时刻，那也试图做出对方伤害行为。那反正呢，就是有各个不同的教材，那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做参考。就是这边讲到说，就是随顺的意思呢，随顺并不是说彼此之间有交集，随顺呢是讲到说他们是相似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它是有交集的意思。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就是做木工的这个工头，那他手下所带的这一些木工呢，那一定都是说随顺着这个木工的这个工头嘛，因为就表示说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呢是相类似的、相辅顺的。那同样的呢，就是做水电的这个工头呢，他手下带的这些呢，他们所做的工作一定也是随顺于这个水电的工作的。所以这边讲的随顺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作用呢是相似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随顺，并不是说交集的意思。所以就像是这个工头下面做工的这些人呢，
他们只能说是这个公头的手下之外，你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叫做是公头嘛。那接下来呢是父，那父呢它是随顺于吃的。那随顺于吃最主要它就是以非礼，就是它最主要呢就是要隐藏呢我们自己的这种过失，就是说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种过失呢，然后去做隐藏。那这个呢就是父的作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像以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的身材呢是比较矮小的。那这时候呢，别人可能就会笑说啊，你看你啊，你的个子怎么这么矮啊？你怎么长得这么小一只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回复对方说呢，我虽然个子小，但是我肚子很大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回复呢？就是要隐藏掉别人说我个子矮的这个过失，然后从去凸显另外一点，比方说我的肚子很大呢，由此去显现说我其他的功德，或者说由此去展示呢我其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呢，那为什么要显示这些？那这个就是有负的那个作用在，就是想把我自己的这个过失，别人所指的我这个过失呢，就是想办法呢把它给隐藏掉，然后去彰显自己另外的功德。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负。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就是大肚子呢？因为在某些国家呢，他们就是对这种长得比较魁梧呢，就是比较丰满的这种人呢，他们觉得这样子呢才是好看的人。同样的呢，有一些地方也是认为说，就是如果肚子太大的话呢，那对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有所危害的。就是说，像以前在西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对说这些，就是像那些维诺，他们呢，就是每个呢都长得非常的魁梧，然后呢肚子也很大，然后呢在唱诵的声音呢，那声音呢又非常低的时候呢，那附近的居民看到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修行，你看他的这个样子呢，就是充满功德，就是会有这样子。有的人看就是喜欢比较魁梧、比较胖的这一种。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吃面的时候呢，就会在吸面会发出很大的这种声响。那在某些地区或是某些国家来说呢，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呢，这个客人呢，他觉得你煮的面呢非常的好吃，所以他才会做出他吃的这么香的这种味道以及声音出来。但是在某些国家呢，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呢实在是很不懂得餐桌上的礼仪，什么吃个东西呢发出这么大的声响。所以在每个国家跟每个地区呢，它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以现在仁波切所在地呢，就是印度。那印度他们吃饭的习惯呢，是习惯用手吃的，但是呢，在某些国家呢，又觉得说这样子呢，好像不是很卫生。那不过仁波切最后做一个总结呢，就是总而言之呢，要是肚子太大的话呢，应该对我们的健康呢，还是会有所危害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脑的作用。那脑的作用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别人呢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呢，就是指责我们过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照理说要升起一种就是忏悔的心，就是升起呢就是自己呢升起这种悔过的心，就是说我不应该有具备这样的过失。但是呢，我没有升起悔心呢，然后反而呢就是升起的就是恼，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呢这样子讲我的过失，而且我又不具备这样子的过失，所以你由此就会这样和别人去做争吵，或者说去辱骂对方等等。那这种呢，就是属于脑的作用。在就是结论里面呢，也有讲到说脑呢，它是随顺于称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前面的父呢，跟现在的脑呢，它的开头呢，都是一样，都是在别人呢指责自己过失的时候。那当别人指责自己过失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要去隐瞒的呢，这个是父。那别人指责我们过失之后呢，那我们除了呢不认明这个过失之外呢，然后还觉得说别人呢就是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来污蔑你，然后由此呢而去伤害或者说辱骂对方的这种呢是属于脑的作用。那还有就是我们再讲回到负呢，就是在讲负的时候呢，除了说想要就是第一个它就是隐藏过失嘛，那或者说呢，他会把自己所做的过失呢，就是合理化的这种，就别人说哦，你有怎样怎样的过失的时候呢，别人在指责你的过失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啊，我这个是小毛病啊，跟那些其他人的什么什么毛病比起来的话，这个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那这种呢，也是属于负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呢。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对于说别人呢指责我们的过失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去想听，不想听别人指责我们的过失。但是呢，当别人呢在讲我们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呢又很乐意去听。当你听到有一个人说哦某某人称赞你的时候呢，你就很想去问他说，诶，这个人他说我哪里好，他称重了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什么时候称赞我的？这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的想要去听。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相状，这样，我们平时生活的相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学习心王跟心所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呢所现起来的这些形状，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认明到说，哦，我这时候又升起怎么样的烦恼，或是怎么样的随烦恼呢？那自己呢就是透过学习了心所之后呢，能够更清楚的去观察自己心绪种种的这种烦恼。接下来呢是讲到说嫉的作用，那这个嫉妒的这个嫉呢，它最主要呢也讲到说它是随顺于嗔的，那就是说我们对于说某一些东西呢，当我升起了就是强烈的贪心，或者说呢对于某一种功德方面呢升起强烈的这种贪心，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具备这个东西的这个主人呢，他具备了如是的功德，或是其他的一些条件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就是因此呢而升起这种不安的这种心呢，那这个呢就是急的作用。就如同呢，如果说我自己呢是很在乎成绩的一个人，那因为我很在乎成绩，我很在乎成绩呢，但是有人的成绩呢比我好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他成绩好，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然后加上呢，他可能又家里的环境呢又很好的时候，你就是说啊，他这个呢有钱呢也不是什么好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这种自己呢对于说曾经的这种探索呢，然后而产生，然后别人又具备相同或者说呢其他的功德的时候呢，由此升起不安的这种心呢，那这个呢就是急的作用。那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呢，当我们的就是家乡或者说哪里呢，就是突然出现一个有钱人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升起急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啊，这个有钱人他肯定不是透有什么正当的这种手法交易之后呢才变得有钱的，他一定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可能私下交易啊，还是什么内线交易呢，他才变得有钱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呢去除这种心，而是内心要升起说，哦，他能够变成有钱人，那真的很好。因为呢，我们家乡出了这个有钱人之后呢，希望说他将来可以利用他的这个金钱呢，然后使家乡呢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说呢，希望说看到某个人呢，就是他在某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成就，比如说他在数学方面或是医学方面也好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升起嫉妒心，而是要升起说，哦，他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呢，那希望说他以后能够在他相应的这个领域之上呢，然后做出能够对于整个家乡或者说整个国家，然后说全世界的人类呢都有所帮助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透过这样子的想法呢，然后去对峙自己的这种嫉妒心。所以，当我们升起嫉妒，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观察他人的功德，就是好好去看他人的功德，然后由功德面呢，然后来压服这个嫉妒的心。那接下来呢，讲到就是奸。那奸呢，它是属于就是贪的，它是随顺于贪的。那就是说，我们对于财富还有受用呢，就是升起了非常强烈的这种贪着呢，然后无法施舍的这种呢，或是无法舍弃这些受用以及资财呢，那这种是属于坚定的作用。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狂。那狂的作用呢，就想要说，当别人呢在称赞我们的时候呢，称赞我们的这些功德，其实呢自己并不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呢，但是因为贪着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自己没有这种功德呢，然后呢却去跟别人说呢，我具备如是的功德。那这种作用呢，就是狂的作用，就是自己不具备如是的功德，而去讲述自己具备这样子的功德。狂呢，还有接下来的产呢，这两者呢都是随顺于贪和吃的，这两者都是随顺于贪和吃。那狂呢，就是自己呢不具备如是的功德呢，然后呢却
欺骗呢，就是说自己具备如是的功德，具备这种作用的呢是狂的作用。那谄的作用呢，最主要是说，因为贪以及痴的这个随顺于贪跟痴的缘故呢，所以呢，对于自己具备如是的过失呢，但是却去隐瞒，就是隐瞒自己具备如是的过失呢，那这种作用呢是谄的作用。骄呢，它也是属于就是相顺于贪，那最主要呢就是对于自身呢而升起的这种贪着呢，那这个呢是属于骄的这个作用。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害，那害呢它同样也是随顺于就是嗔的，它就是呢对于友情呢升起想要损害的这种作用呢，那这个是属于害。接下来呢，就是看到无惭还有无愧。那无惭呢，最主要呢是以自己呢为理由呢，就是不去防范这种罪过，就是对于自己呢就想说，哎呀，我这样做其实也没什么关系。那这种是无惭。那无愧呢，就是以他为理由呢，然后不去防范自己的这种过失。那这个呢是无愧。就比如说呢，管别人有看到还是没看到，我就是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些恶事呢，完全不去做防范的呢，这个是无愧。所以一个是以自己为理由，一个是以他人呢为理由。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昏沉。那昏沉呢，它最主要呢是随顺于痴，就是让我们呢就是变得不清晰，就是变得很沉重，或者说呢很烦躁的这一种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昏沉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在讲到昏沉的时候，其实很好举例，就像我们去餐厅呢，就是尤其去吃到饱的餐厅呢，那吃饱回来以后呢，你就身体非常的沉重，你一点不想动，然后呢，你是想找一个坑的，或是看到床呢，你自然就躺上去了，然后就一点都不想动，就是心呢就是没什么力的这种的，那就是昏沉的作用。那总之昏沉呢，就是让我们的身呢还有心呢变得出众的这个呢是昏沉的作用。那接下来呢，讲到调举。那调举呢，它是随顺于贪。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无法安住于说你现在正在做的任何的行为，比如说你正在吃饭也好，或者说正在走路也好呢，对于这种呢，你心都没有办法安住在上面，就是我正在吃饭，或是我正在走路，而是让心呢，就是去向于外，向外散乱的这种呢，就是调举的作用。那这种调举产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就是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其实你都没有办法专注下来，因为你的心就是不断的趋向于外。那这个呢是属于调举的作用。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不信。那不信呢，它是在集论里面呢讲到说它是随顺于痴。那随顺于痴呢，为什么说是随顺于痴呢？它就是对于说我们对于像是三宝也好，或是业果，或是因果的这些道理呢，就是无法升起信心呢，无法生信呢，那这种作用呢，就是属于不信。那接下来呢，就是懈怠。那在结论里面呢，也讲到说呢，懈怠呢是随顺于痴，那就是说对于呢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无法升起这种欢喜心，或者说无法升起精勤的这种呢，这个作用呢，就是属于懈怠的作用。那就如同我们上一堂课讲述到那个阿库登巴的这个故事一样，就是说呢，叫他去砍木头呢，他说早上去砍，他说下午再去就好，下午呢就是晚上，晚上就说明天。然后这样拖时间拖一拖之后呢，就说算了，这件事情做不做也没什么差。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懈怠的这个作用。那接下来放逸呢，放逸讲的就是说呢，我们对于透由烦恼而升起的心呢，或者说因烦恼而生的这个行为呢，然后我们不去防范，就是呢随顺着这些烦恼的心以及烦恼的这个行为呢，那这个就是属于放逸的作用。至于说放逸呢，就是在结论里面并没有特别说明呢，它是随顺于贪或是嗔或是痴呢，那并没有特别的讲述。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思念。那思念呢，就是对说所缘呢，或是形象呢，就是以烦恼呢为所缘形象的。那因为缘着这个烦恼的缘故呢，所以忘失呢去善行，忘失呢去行善的这个作用呢，那就属于思念的这个作用。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不正知。那不正知呢，它是属于烦恼慧。
为什么说是烦恼会呢？它就是对于说呢，我们所抉择的呢，或者说抉择是非礼的这件事情呢，然后呢，你抉择出来是非礼呢，然后你还依此的去行使，或者说呢，你不晓得说你所抉择出来的呢是非礼的，然后你还不断的呢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作用呢，具备这样的作用呢，就是不正知的作用。那在集论里面呢，它是把不正知呢，就是把它称之为就是相应于烦恼的这个智慧，相信于烦恼的这个智慧呢，那这个呢是属于不正知。最后面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善乱，那所谓的善乱呢，就是为就是呃三毒呢，就是为三毒所摄持，或者说为烦恼的所摄持。然后呢，我们的心呢，不断趋向于外的这一种呢，那是属于善乱的这个作用。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调举呢和这里的善乱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调举最主要呢是讲到说它是随顺于贪，它是随顺于贪的，然后让心流于外。那这边的就是善乱呢，它并没有讲到说特别呢是针对着贪，就是说像是贪嗔痴呢随意。然后呢，让心呢趋向于外的这一种是属于善乱的这个作用，那这是这两者的差别。那这里就想请问人们，其实就是富与产呢，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那富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它是随顺于吃。富呢，它是随顺于吃。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讲到富的时候呢，就是他有情，就是不想呢，就是让他有情。最主要是在为他有情讲述的时候呢，然后去隐瞒自己的这种过失的时候呢，是属于富的这个作用。产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贪的缘故，它最主要是随顺于，就是有讲到说随顺于贪或者是吃，那主要是贪，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些财物呢，那你因为贪着自己的这些财物，所以呢不想呢让别人呢获得这些东西，所以而去隐瞒的这个呢是属于产的作用。那我们举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例子，那什么像是产呢？就比如说呢，就是可能我们会对一个人呢，就是我内心呢很想去某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呢，你就遇到之前请你吃饭的这个人之后呢，你就跟他说啊，你之前带我去那家餐厅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这样虽然说你嘴巴没有直接说哦，你带我去这间餐厅，但是其实你心里面的意乐呢，就是说像我讲出这一句话之后呢，你听得懂，然后之后你会再带我去这间餐厅，或者说呢，你就跟这个人说啊，你之前送我的什么什么东西，之前送我的茶叶很好啊，送我的什么东西很好。那你的意思呢？其实你的意乐就是说，希望别人呢送给你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不是以亲近的意乐呢，然后呢去跟别人像是索求啊，或是这种呢，都是属于产的范围。产呢，它也有一点类似，就是欺骗，就是骗人的这一种在内，就是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呢，那你以不同的这种方式呢，然后去欺骗，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获得，那这个呢也是属于产的这个作用。以上呢，我们就是讲完就是20种是烦恼，那就是呢，在呃我们课文里面呢，就是69页的倒数第二段呢，那就是有讲到说呢，愤恨复激恼，极奸极猖狂，骄害与无常，沉掉无愧性，懈怠易思念，不正之善乱，生长且亲近6种根本祸，故前述20，名为随烦恼。那讲述到随烦恼，那接下来呢，就是51心所呢，就是最后一大类呢，那最后一类呢，就称之为叫做事意转。那失意转呢，它最主要就是说，它本身呢，并非是善与恶，那完全呢取决于动机，就是由动机呢决定说它之后呢会成为善呢，还是会成为恶的呢？那这个呢称之为是事意转，或者说也有翻作事不定的。那这个事意转呢，它就是眠、悔、寻、事这四者。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所谓的眠。那眠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说，
什么时候会产生眠呢？就是在几种状况之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呢变得很出众的时候，就像说刚讲的，心变得很出众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进入眠的这种状况，或者说身体呢非常疲累的时候，或者说呢处在这种就是非常暗处的时候呢，那这些呢就会让自己的就是根枝呢不由自主的就是退失。那根枝不由自主退失之后呢，然后不能说退失，就让自己的根枝呢无作用，那无作用呢就进入了这个眠。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这个眠呢，就是睡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呢，如果能够升起善的意乐的话呢，那在睡眠的时候呢，它都是属于善。那在睡眠的时候，睡眠之前呢，我们所起的意乐要是恶的意乐的话呢，那我们在睡眠这个时间呢，它都是属于恶。那如果说呢是非善非恶的，就是没有什么想法，非善非恶呢，然后就入眠的话呢，那在睡眠的时候呢，全部呢都是属于无记。悔呢，就是同样的呢，就是当我做了善行之后呢，然后内心呢就是升起这种追悔的心，想说啊，我怎么做了这件善事呢？那这个自然就变成了不善。那同样呢，当你做不善的时候呢，然后升起了追悔啊，我怎么做了这种恶事恶行的时候呢，升起这种追悔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善。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集论里面呢讲述到悔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说它是为痴心呢所摄持。那它呢就是同时就是也具备了就是善恶无记呢这三种。寻还有视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观察一个物体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它大概的这种呢，粗分的这种呢，叫做寻；那能够仔细去做辨别的这种呢，叫做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到一个整体花的这种呢，那这个是属于寻。那你看到花之后，你仔细去观察还有几个花瓣啊，它的形状等等的，那这种算是视。所以呢，这边想要说呢，就是诗意转呢，它最主要呢就是随顺相应的动机的缘故呢，然后转变为善恶无记，就是说，并不是本身呢，并不是，并不是就是免毁巡视它本身呢，就是转变为善恶无记，最主要是相应于动机，是因为动机的缘故呢，使它变为善，或者说使它变为恶，或是变为无记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四种义转。上述呢就是解释完了就是51种心所，那在里面呢就是只有讲述到了就是51心所的名称之外呢，那我们就大概呢就是解释一下它的体性呢以及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69页的最后一段，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若有智士夫欲了解此等就是51心所个别的体性、功用、实质、施设以及差别等呢，那可由阿毗达摩论点中呢了解。就是说，因为上述呢，它只有将51种心所的名称讲述出来，并没有多做解释。那仁波切在为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是概略的解述了就是每一个的体性以及作用。那如果说想要更清楚的去了解呢，就是51心所呢，它各个的体性、功用，然后呢差别等等呢，那就是可以从阿毗达摩论中呢去理解。那最后呢，就讲到说第70页的第一行呢，就讲到说呢，愿向智者参过失，若以善愿而去除，如列会之愚昧，此力愿佛教久住。那就是呢，作者呢，他本身呢就讲说，如果呢他写的这本论著的内容呢，要是有过失的话呢，那他就自诚的呢向这些智者呢就是做忏悔。那如果说呢他做了这一本论点之后呢，要是有能够饶益到其他人而获得这些福德以及功德的话呢，那愿你这个善愿呢，能够去除掉汉武一样的这些劣慧有情。那希望说我们心绪之中所得的这些愚痴愚昧呢，都能够尽除。那也希望呢，以此造论的这个功德呢，以此善力呢，祈愿佛教呢能够久住。那以上呢就结束了，就是心类学的内容。那就是今天是星期天嘛，那下一个礼拜四呢，就星期四呢，那我们就开始讲解中义。那中义的内容呢，就是想以就是法床大师的中义呢，来为各位做解释。那为什么想选用法床大师的中义呢？因为仁波切本身呢，就是学习法床大师的这个经典嘛，所以仁波切他本身呢，对于说
法从中译，就是他有获得像是就是口授的教授以及经典的教授呢都有，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呢，并不表示说呢，我为各位做讲述呢，那各位呢就可以获得这个口授以及经典的这个传承。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界说他知道他很清楚呢，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他是无法透由就是这种网络的方式呢，然后让各位呢能够获得这个口授以及教授的传承。那不过呢，可以先为各位做解释。为解说，那如果说大家呢想要获得这个传承的话呢，那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呢，那在亲口呢就是传授给各位。因为我很清楚呢，就是人们就说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没有办法让这种方式呢，就是让各位获得这样子的传承。那在很清楚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那如果还跟大家说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的话呢，那这个是不如法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希求能够获得这方面的传承的时候呢，那就等到跟仁波切亲自见面之后呢，那再祈请仁波切能够传予这些传承。接下来就是说我呢能够有了这些就是学习到这些论点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根本的这个上师呢，根本的善知识的教授以及尊者呢，他们的教授的缘故呢，所以我才能够有学习到这些。所以我自己并不是天生呢就这么的厉害，或者说呢我自己本身呢有什么殊胜的这种功德。那我能够对于这些经教呢，就是有一些概略的了解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的上师，我的善知识呢，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以及付出很多呢在栽培我，所以呢我才能够现在呢在这边为大家呢来做讲述。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呢，那我都是非常感恩我的善知识，然后由此呢对我的善知识呢升起想要念恩以及报恩的心。所以我会尽量将我所做的一切的功德呢，就是回向我所有的善知识们都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那他们的心愿呢也能够早日成办。那善知识他们最主要的心愿呢，其实就是利益有情，所以呢我也尽我自己的一分力呢，然后尽力的呢来利益其他的这些有情。人们现在说呢，为什么能够有现在的他呢？最主要呢，就是有这个念珠呢来成就他的。因为呢，那这个念珠是怎么来的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有老师。那有了这个善知识之后呢，就会有念珠。那有念珠呢，因为如果自己没有被好好修理的话呢，绝对没有办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有现在这个成就呢，都是因为这个念珠呢，还有善知识的这个恩德。所以这个念珠呢，它是成就现在我的这个因。那荣切的上师呢，就有跟荣切讲到说呢，你就跟鼓一样，那个鼓呢，你只要越敲越大声呢，那鼓的声音呢就越来越大声。然后你也是一样，你只要呢被修理的越多呢，你就变得越好。那以上呢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能够在这边呢和大家呢，就是一起来学习经教呢，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学的内容呢，都是最主要呢都是以般若经呢来作为基础，所以呢，那在经典里面呢也讲到说，我们要是对于说般若的内容呢，能够受持读诵、听写、解说的话呢，都能够获得无尽的这些福德，所以能够有机会呢在这边为各位做讲述。那同样呢，也因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做讲述，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各位呢，就是希望说我能够为各位来讲述这些内容，所以因为各位呢，我也能够累积到很多的福德。那各位呢，也因为透由这个方式呢，来能够听闻书写的缘故呢，受持读诵听闻书写的缘故呢，那我们都能够累积到非常多的这些福德。那这些福德呢，这些功德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做回向。就是呢，就是对于各位呢，就是感谢各位呢，能够让我为各位讲述这一些呢，就是不只是说对各位会讲述这一些，平常呢，就是来我这边学习的这些出家的这些学生呢，那我同样呢也会跟他们讲述说，因为依靠着他们呢，所以能够让我呢能够为各位讲述这些佛法。那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呢，或者说学习这些佛法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每一次的讲述呢，就会对这个佛法的内容呢多一生更深的体会，那同样呢也能够累积更多的这些福德，那这些呢都是依靠着各位呢，那我才能够获得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很感谢仁波切，那仁波切呢就是说就是他有一个想要利益他人的心呢，但是想要利益他人的时候呢，也是要
具备一些顺缘呢，才有办法去利益其他的人。因为呢，我们想要去累积功德的时候呢，假使没有顺缘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呢去累积这些功德。就像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让花能够开花，这个种子能够开花的话呢，除了说有种子之外，那同样呢，中间的这些顺缘呢，你还是要有水、阳光等等呢，就是各个因缘和合之后呢，那才有办法呢，让这个花能够绽放。所以呢，我们能够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呢，那除了说我们大家就是有业之间的关系之外呢，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这些呢都推在业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呢都是互相关待的，就是我们彼此互相关待之后呢，然后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果报。所以呢，非常谢谢大家。那人界是说呢，就是因为人界小时候呢，在甘丹市的时候呢，然后和我那时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呢，其实很近，就只有隔一道墙而已。但是呢，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然后也没有讲过话，这样就是那时候姻缘就是这样，就是虽然说大家住得很近，但是没碰过面，也没有特别讲过话。然后去的地方会是不同的杂仓嘛，所以去的地方也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虽然住得很近呢，但是都没有碰到面。但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然后在台湾呢，就是又聚在一起，然后也因为这个缘分呢，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就是利益有情。那所以呢，我们就将我们所做的这一些功德的善行呢，然后就是回向世尊的圣教呢，能够长久住世。